2026年係國家15+5規劃開局之年，中眾認為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必須精準對接國家15+5規劃，尤其係鞏固香港作為企業出海首選平台嘅功能角色，深化同粵港澳大灣區、海南自貿港等區域合作，加快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，為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做好部署。我哋建議預算案要增撥資源，支持香港嘅商會同埋行業協會，喺大灣區不同城市設立出海企業服務中心，為內地企業提供由市場資訊、商貿洽談、法律、會計到工程資訊一站式支援服務。我哋亦都希望特區政府嘅出海專班能夠深化同商會合作，設立專項基金，讓我哋有更多資源配合推動企業走出去具體工作。我哋亦都希望特區政府可以推動品牌出海，充分利用香港高度國際化優勢，致力將香港同內地嘅科技創新創意產品推廣到全世界，長遠打造香港成為國際品牌中心。新一份預算案亦都要着力開拓新經濟增長點。我認為香港亦需要全方位完善人力資源政策，先能夠精準應對經濟同埋產業發展所需，為香港長遠增長注入新動能。中眾期望特區政府加大力度強化多元人才培養，包括積極規劃教育用地，配合北都大學城建設，吸引內地同埋國際知名大學進駐開設亞洲校區，大力推廣留學香港品牌，打造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。